喺呢個快節奏嘅社會當中，我哋好多時都會忽略咗珍惜身邊嘅人。當我哋面對生離死別嘅時候，要擁有一個優質嘅我哋叫做福位，就係對家人一個無聲的愛同埋尊重嘅體現。作為我哋澳門大灣區唯一合法永久6星級嘅生命紀念館，而我哋深知道呢個位置咧嘅稀缺性同埋重要性，因為佢哋唔單止係靈魂嘅安息之地，更加就係為逝去嘅親人係留下永恆嘅紀念。喺現今嘅社會中，優質嘅長生位越加稀缺啦，有錢都未必能夠買到最理想嘅選擇㗎。好多人可能希望為自己嘅家人咧揾到一個最後嘅歸宿，但係真正符合期望好位置就難求啦。正係因為咁樣，我哋提供嘅靚位置顯得格外珍貴。呢個位置唔單止係坐落風水寶地，環境優美，大家有冇諗過暗牆都可以用靚嚟形容呢？選擇一個合適嘅福位，就好似為家人獻上最後愛的禮物，無論係為咗紀念而離開咗嘅親人，定係保留家族傳承，呢個選擇亦都係無比珍貴㗎。喺我哋複雜生命嘅服務當中，我哋會承諾每一個客戶，幫助你了解唔同位置嘅特點同埋價值。每一個位置都係我哋精心挑選㗎，確保你係選擇具有持久嘅價值同埋意義。所以咧，我哋呢個禮堂所有呢啲嘅優質靚嘅位置同埋呢一個禮堂都係晒 Rosa 手上啦。如果有興趣入嚟深入了解嘅話咧，咁記得預約 Rosa 時間入嚟現場參觀，詳細了解啊！拜拜。